好，真牛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初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国的白纸运动继续咧炭烧。中国两大城市广州和重庆昨昏是雄雄宣布要放零防疫管控。那昨昏中国政府嘛对外发布前领导人江泽民过身的消息。路透社即马就报讲，抗议的民众有可能会重新整合，出现新一波的示威。 就伫广州南部示威群众甲警方爆发冲突了后，中共两大都市广州、重庆30乡乡放任防疫限制，包含明凊彩扩大核酸检测范围，符合一寡条件密切接触者严格加隔离。不过因为全国增加确诊数创新高，承受更较大的放任措施也是一个问题。白纸运动顶一周末，拖甲上海、北京甲其他所在，加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以来，面临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群众抗争。 刚中共当局发布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过身的消息，部分示威者甲外国安全专家认为，1989年天安门要求民主改革的示威定价全球。今麦伊过身的消息，可能会让这摆白纸运动的抗议群众重新出一波新的示威行动。伊伫近来开创中国经济伫国际舞台上的手段，对西方国家应对相对开放。 He kind of would do impromptu things like belting out songs at karaoke, you know, international meeting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you can't really imagine current leaders doing that. But he was no liberal. China would not be where it is today without what he did when he was in power. 另外，付出抗的苹果手机全球上大大港厂所在地郑州，当局也宣布有地区恢复商业活动，包含超市、健身房甲餐厅。放任措施宣布进前，国家卫生官员表示，对群众提出的紧急关切有回应，对地区进行有搁较存机的做法。放任看起来为安大群众，不过为参加抗争的人也互环境做上门。根据美国政府资助地库自由之家负责中国机器监测资料，为2到2倍中国各地至少17场示威。澳洲地库建筑政策研究所估算20个都市有43件抗议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中国白纸运动继续拖，中国指控是境外势力咧介入咧煽动，也毋过有中国民众是伫遐路批评讲，因防封锁，袂使出国，袂使上网络，境外势力是要安怎和因联络？是对倒位来境外势力，敢是月球？伫国际上，国际社会嘛出声声援中国的白纸运动，联合国嘛表态啊，讲支持中国人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我们现在是能出国，还是能上国外的网？都不能。他们怎么联系我们？联系不上。哪来的境外势力？月球吗？中国人民因为参加白纸运动的抗议，却向讲有境外反坏势力介入，中国人民心内是真生气，集体讲出因的不满，现场是你一句我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境外，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 是马克思恩格斯吗？是斯大林吗？是列宁吗？马克思怎么了？中国境内白纸运动持续咧拖，国际上嘛有真侪所在甲因応援。自由，自由。美国哈佛大学學生自告伫學校內底舉言論自由的標語，甲悼念烏魯木齊火災甲清零政策的罹難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甲聯合國攏支持中國人民有表達意見的權利。We support the right of people everywhere to peacefully protest, to make known their views, their concerns, and their frustrations. Is that we believe in the importance of people's right to peaceful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their right to demonstrate peacefully, and urge the authorities to guarantee that right. Xi Jinping, stand down. Xi Jinping, stand down. 加拿大多倫多抗議的民眾大聲喊習近平落台。 有人穿幾分絲的防護衫服藥，唔但反對清零的政策，嘛都要改變中國的政權。美國紐約嘛有聲援白紙運動的暗會，未叫美國人來表達支持，這嘛是習近平上任以來上大的示威活動。記者綜合報道。那中國前領導人江澤民昨昏過身，才到56歲。江澤民伫1989年6次天安門事件了後，開始做中共的總書記，任內收轉來香港和澳門的主權，一直到2002年伊才落任。陸委會表示，伊會作為歷史會做出評論。
委员人员查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徛伫现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道边，看起行动有点慢，这也是最后一摆出来。伊伫1989年六四事件了后，担任中共总书记，一直到2001年才卸任，是中国第3代领导核心。暗过伫30中道刷传出因为被血病、合并导气管衰竭，伫上海过身，享其寿96岁。总统府表示有注意这个消息，希望加速节哀慎重。刘辉辉认为中共历任领导人的做法，历史会有偏见，佮呼吁中共当局敢往未来放弃用军事恐吓思维尊重台湾人民。20大的时候，我们看到江泽民是缺席有2种可能，一个是他真的是病重，那第二个可能甚至那时候已经是去世了。1997年，邓小平过身了后，江泽民伫1989年6月调进北京，正做中共总书记。伊伫任内收回香港、澳门，也佫把访问香港4摆，主持1997年香港回归仪式。伊虽然独揽大权，毋过私底下伊真爱古典音乐、加朗诵艺术，都连歌曲也晓唱。And he was a marginally more, I suppose, sort of approachable leader in some ways. I mean, he wasn't the kind of typical autocrat. I mean, he kind of would do impromptu things like belting out songs at karaoke. 在2001年10月，中国举行16大，江泽民虽然卸任总书记，不过依然掌握军权，一直到2004年9月，伊才步做中国中央军委主席，也因为身体愈来愈歹，真少出来，一直到11月30中道传出伊破病过身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伫昨昏公布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过身的消息。江泽民在位13冬，伊伫六四天安门事件了后，互中国的政治快速稳定落来，嘛互中国的经济快速成长。也毋过学者即嘛是分析讲，江泽民身躯边的人因为表出假钱，互现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查甲真彻底。会当讲江泽民这派的人即嘛拢已经互掠了啊！伊过身代表习近平的势力会愈在。可能会因为中国国内的民众拢在讨论江泽民转移即马现出时的白纸运动。中共第3代领导人江泽民30日上海过身，享其寿96岁。消息透过官方媒体公布，回顾伊一生1989年就六四事件得到邓小平钦点上台，伊在元老派支持之下，开始经济改革方案，稳定迄时阵的中国政局，也让中国经济成长快速，顺利加入世贸组织，展现大国外交的实力。到了他的执政的第2任期内，就是90年代的后半期，他已经可以推出大国外交了，就是他的整个经济实力跟局势都已经稳定住了。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不过，江泽民卸下总书记的职务了后，虽然是把持2年的解放军军权，和接任的胡锦涛因讲是权力无完整。学者分析，伊的江家军一直爆发贪腐大案，并且正反拢有。所以他这2年，他升了很多大将，那是上将，那这些人在习近平时代慢慢的一个个被拔掉，真正能够掌握中国的情势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全面习近平时代的开始。学者认为，江家军后来和现任国家总书记习近平大力插班，子弟兵用要瓦解。伊的过身除了象征习近平的势力更加巩固以外，最近中国因为防疫清零引起白纸运动民怨，伊的过身无得确应暂时转移中国境内关注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佮等下咱国内，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和昨昏差不多，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明显会变较寒，若北部、东北部会继续落雨。咱同齐来看温度。受东北风和锋面的影响，今仔日嘛是搁寒搁湿的天气，尤其伫北部、东北部会继续落雨，中部、花莲、台东云会较高，会落地渐雨。若沿海的风影嘛有变大的趋势，南部的影响就较细啊。南部是多云好天的天气。若温度的方面，北部会较寒，日时的温度大约是16度至20度，中部有小可感觉凉凉，低温大约18度。南部伫日时的时会感觉较温暖，有淡薄仔小热，低温干那差大约是20度。
若日时暗时伫南部温差会较大。这款天气会一直到明仔拜五、拜六的时，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温度才会回升，水汽嘛会减少。边境伫顶个月解封了后，也毋过含中国之间的小三通也是未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提早开放小三通。那样的立委是希望政府就爱了解民意。陆委会是表示讲，小三通恢复牵涉公权力，需要两方双方针对航管部的许可，安尼才会当执行。难道要我们金马人民也发起白纸革命吗？所以我拜托蔡总统、苏院长能够体察民意，尽速开通小三通。谢谢。也白纸呼吁政府开放小三通，联合管理会陈雪生用中国白纸运动做例，希望政府应体察民意，强调双方人民拢有高度意愿，呼吁陆委会应伫春节进前赶紧开通，照小三通应有一个和平的模式。有关小三通的客运复航，因涉及运量对等考量及公权力事项，小三通航运业者参与相关的航班会议，并取得两岸双方航管部门的许可，才能实际执行。我们金门地区已经做过民意调查，有70%的民众支持尽速马上恢复小三通。小三通这2年的这个暂停开放啊，对金门地区来讲，我们的观光产值已经蒸发了70多亿。但药店进一步指出，进前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苏院长讲小三通无开放是中国 CIQS 海关检疫顶改善，毋过进前且伫大陆大商高对华港口确诊，所发现相关人员拢要伫咧。所真枪所讲的对华问题已经解决。国讲陆委会进前指出，这日应开放，提议当前是一个开放的好日期，希望政府毋通阁为难家己的国民。记者综合报道。再加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疫情转好，对今仔日开始，伫户外会当毋免专程挂喙暗啊，食到食喜酒，嘛会使去敬酒啊。若伫室内的喙暗令，当时会当放令。行政院的防疫顾问张尚顺教授是表示，过年过节放令室内毋免挂喙暗，才是上安全的做法。来关心《中国时报》媒体人彭文正提出确认总统蔡英文博士论文无存在之诉。总统的律师伫昨昏提出1983年伊论文的原稿。彭文正的律师是认为讲，这只是草稿，毋是正港正版的博士论文，双方有进行攻防。若法官嘛已经宣布讲，这个案11月23会宣判。来关心《自由时报》，咱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10月份的制造业景气的定幅，连续8个月都代表景气低迷的黄蓝灯。台经院是表示，全世界受通货膨胀、钱变薄含升利息的影响，消费性的需求继续较无力、较无动头。加上中国最近阁因为有白纸运动的抗争，有供应链欠缺的隐忧，拢是影响景气的重点之一。那讲到明年的景气，机械工业工会是认为讲，明年的第2季景气应该当豆豆变好。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音嘛表示，咱台湾半导体产业未来发展的机会也是真大，咱就爱赶紧发展，一直走伫大升。台积电嘛讲，伫11月初6会伫美国举行基台设备到场的典礼。若白宫嘛已经宣布讲，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嘛会去参观厂房。台北国际工具基点明年3月要实体展出，只是明年景气真侪研究机构拢有切入车，业者要如何应应？过渡的时期了，以台湾机械业的韧性，跟我们的经验，跟我们的市场，我相信在明年的最慢第2季可以恢复整个的景气，把这个基本功把它练好。该有的这个产品，该节能的
然后该智慧的IoT 等等都把它做好，智慧的产线都把它做好。那等到经济景气一来就可以恢复。产业界有明年到第二季景气会回升，经济大型期公布，今年10月制造业景气信号为10月10.08分，增加0.17分，到10月10.97分。按过订号连续8个月拢是代表景气级别黄蓝灯。制造业灯号就来自于俄乌、中国疫情，还有美国通膨3大因素的影响。外销出口表现不好，你的制造业的景气当然就会转趋平淡。有称明年景气是先赴后跳，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兴出席三川会例会演讲中也讲到，若产家利用优势，台湾半导体产业未来发展机会也是真大，要赶紧发展维持领先。对股神巴菲特买台积电股票，伊讲出谢字，不惧讳言。董事长，您会去美国吗？但今年下个月初要在台湾举行政绩典礼，不过刘德兴无加做回应。国发会主委龚明鑫透露，会以台积电董事身份出席，况且美国商务部长甲美国总统拜登拢想要出席，是不是用拓展台湾能见度引起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的焦点来关心美国的国防部最近发布上新中国军力报告，讲2027年中国就能力统一台湾，卖扩大核子武器的库存，到2035年，中国有可能应该就会有1500粒核弹头。那报告内底嘛指出，中国有可能对台湾发动4项军事行动，包括海空封锁、飞弹的攻击、有限度的武力行动和入侵台湾。两方的情势是真紧张，中国是加大对台的军事威胁。美国国防部是发布上新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讲中国的目标是2027达成建军的目标，有武统台湾的能力。同时间嘛拓核武的库存，美方研判中国2035年有可能会有1500粒的核弹头，影响到区域安全。This congressionally mandated report serves as an authoritative assessment of DoD's pacing challenge and charts the current course of the PRC's military and security strategy. The report plays a vital role in inform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our pacing challenge. 中国一直在演练抢岛的演习，报告觉得有可能对台发动4项的军事行动，包括海空封锁、飞弹空袭、有限度的武力行动和入侵台湾。尤其重点放在联合登岛作战。共军是结合电子战、后勤、空中和海上的资源，想要突破也是射开台湾的海岸防御，抢滩了后来建立滩头阵地，接落来再抢关键目标，甚至是攻下台湾。我们国民党团也支持国防部相关强化军力的相关经费跟预算。各种攻台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可能性，但是这也增加了美国对台军售的精准度，可以如期如质的交付台湾拥有自我防卫能力的武器。朝野立委嘛真关心这件代志，因为台海紧张的情势，帮助国防部做上歹的拍算、上好的准备。会当注意的是，中国8月围台军演就是伫演练海空封锁、飞弹空袭，来封锁台湾的海上和空中的交通，切断进出口的运补。学者嘛警告，要防止电子战的冷杀威胁。我们怎么样去防堵整个这个最重要的第一波的这个飞弹的攻击？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爱国者飞弹大概应该还是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来做一个反击的这个能力了。现代战争是愈来愈多元，唔那只是来靠军力。学者认为讲，中国现阶段是透过一直来扰台，结合网络攻击，要孤立台湾，打击民心士气。全民国防袂当干那是口号，爱正根本，自细汉就爱培养抵抗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北约组织的外交部长会议伫罗马尼亚举行，北约决定讲，除了继续用军事援助乌克兰，卖协助乌克兰修理供电的基础设施。另外，俄罗斯的军队继续伫顿内刺克发动攻击。乌克兰即马有派出调查人员去收集飞弹的碎片，要当作摕来告俄罗斯战争罪证据。北约组织呢，头日到伫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展开2天的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表示，俄国伫乌克兰战争受挫，所以将冬天当作武器，予乌克兰民众无法度度过冬天，佮继续加大攻击。北约会继续援助乌克兰。
Russia is using brutal missile and drone attacks to leave Ukraine cold and dark this winter. President Putin is trying to weaponize winter, to force Ukrainians to freeze or flee. 在乌克兰要求北约提供更加先进防空系统之下，北约组织成员进一步认为，重点要放在打败俄军，除了继续军援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干扰设备以外，也要协助修复乌克兰的供电设施，佮保护人民免受飞弹攻击，也提供其他燃料发电机、医疗用品等进度援助。同时，佮表示，和乌克兰加入北约承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军要向顿涅茨克地区哈尔科夫推进，加上天气无好，乌东前线战争依然真严重。不过，俄国调查部门也继续在哈尔科夫收集俄军攻击民众设施、主题区等飞弹残骸，作为调查战争罪相关证据。Тут на цій ділянці знаходяться лише залишки боєприпасів, якими обстрілювали місто Харків. Росія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 по мирній цивільній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і це озброєння. Зокрема, обстрілюються лікарні, висотні будівлі, багатоквартирні будинки, приватні сектори, також підприємства цивільні, які не мають жодного відношення до військової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и. 基礎設施和俄軍破壞失去大部分供電，不過嗰是世界卡球賽，烏克蘭球迷無想要錯過比賽，有人去餐廳，有人食飯，有人用點機提供電視看比賽，有人為踢球共同出錢買電火珠啊掛在卡球場邊，佮用汽車電板接邊中興照明。在當天戰火之下，重分短暫的卡球時間。公司新聞，但是董朋友。繼續關心花蓮自國會阿米水少年家真相講加入烏克蘭的志願軍，不幸在戰爭當中死亡。伊的骨頭夫在昨下晡是由伊的家屬捧倒返來台灣。伊的媽媽是表示，雖然感覺真悲傷、真唔甘，也毋過伊嘛講伊的後生真勇敢，感覺真驕傲。花蓮機豆豆挖進空橋，家屬的表情是真悲傷。花蓮25歲阿米水青年真相講。加入烏克蘭志願軍，不幸戰死，正做頭一個去烏克蘭參戰犧牲的台灣人。伊的骨灰由因厝內人請回來，在30回來到台灣。在媒體上面，他看到百姓、婦女還有小孩被這場戰爭波及，他做不到袖手旁觀。針對真相講在外國戰亡。規家伙仔特別飛去烏克蘭參加軍方替罹難的真相講舉行的追思儀式，嘛甲伊見上尾一面，睇到東炮甲中歌，講伊佇個戰場是真勇敢甲無私。因老母講，雖然伊是感覺真悲傷，毋過嘛因為因後生佇烏克蘭的貢獻，感覺真驕傲。我要跟神光說，孩子，你很勇敢，你是我心中的寶貝。為你為榮，我們想要跟曾媽媽、跟曾姐姐、跟曾太太他們的家人，說一聲我們真的很不捨得，我們對神光非常的敬佩。外交部對真相講，佇咧烏克蘭前線英勇作戰、犧牲性命，表達哀悼甲敬佩。過程當中嘛，照家屬的意願，甲烏克蘭軍方協調，加速處理遺體火化甲送倒轉來台灣的代誌，嘛希望伊會當好好行去。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國際上也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同齊來看世界。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的主席鮑爾今日發表演說，放出較和平的消息，講聯準會會開始放慢升利息的腳步。繼續關心美國聯邦眾議院的民主黨黨團今日投票推出紐約州的眾議員傑弗瑞斯來接佩洛西的位，要佇眾議院內底帶頭。伊嘛正做美國國會史上頭一個非洲裔的黨團領袖。來關心法國登國麵包，和法國總統馬克宏形容是250公克的魔法和完美的作品，而且這嘛是法國的代表之一。登國麵包即嘛摕到聯合國島國文組織甲列做世界文化遺產。鏡頭個等下咱過來關心民進黨第9合1的選舉選輸，總統蔡英文辭掉黨主席。昨昏民進黨開中常會，有通過由高雄市長陳其邁升代理黨主席的位。伊是表示，
伊会认真检讨，打起责任。那即马桃园市长郑文灿是做检讨小组的召集人，伊讲伊会去各县市行透透检讨原因。也拿台北市立委的补选这边，民进党已经决定要派出吴怡农来参选。我们会深刻的检讨，谦虚的面对民意。谢谢大家。鞠躬感谢选民，也分享机会。高下以大选，民进党大败，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失去党主席。产后中常会推举高雄市长陈其迈担任代理党主席。陈其迈表示会深刻检讨，负起责任。代理期间也有3项重要工作。那我想，民进党过去其实也有败选所以这个也不要说因为一场的这个战役而输掉整场的战争但是没有反省，没有彻底的这个检讨，我想我们不会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常会也成立2021年大选检讨小组，召集人是桃园市长郑文灿。民进党会到各县市各部门为选举或是规个政策做检讨。郑文灿也按算在1礼拜中常会报告期前规划。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呼吁大家莫阁找战犯。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必须要去面对，找出原因，找出这个根源，那而不是互相去指责。是男儿，检举从来未可知嘛。那接下来我也谈到这个，大家不要找战犯了，我们都是战犯。民进党3号检讨党主席补选，也要在1月中进行。不过，这么重要的是，家己市长的选举，甲台北市立委补选。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朱万安选调台北市长，所以伊即马为伊就要进行补选。民进党这边已经有人选啦，也毋过国民党也未。国民党是要先开放有意愿的人，拢会使去登记。那这场选举按算是明年1月7日要登票。另外，伫南投的部分，南投县长是由现任国民党的立委柯淑华选调，所以伊立委的缺嘛爱补选。也毋过国民党嘛共款，还未决定要派谁出来选。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接落来都要负责台北的市政。伊就本立委的席处，为11月28到12月初2开放登记，明年1月7日投票。另外，国民党立委柯淑华当选南投县长，伊立委的名额未来嘛举行补选，因为时间是真逼。国民党中常会30决定采取定调提名人选。从党中央的角度，一定是无私无我，走对的路，提对的人，我们团结才能胜选。我们要征询地方以及蒋万安市长的一个意见，综合评估考量之后，我们才能会提出我们觉得最具胜选几率的人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4届强调讲，要找到对的人来应战。目前台北市立委的补选，包括台北市议员王芳美、施卡心、立委郑丽文、甲李桂敏拢互点名参选。也拿台北市议员王浩、甲前立委罗淑蕊是主动表达参选的意愿。目前党内会按类参选的民调来推派人选。这次补选的时间实在太过于紧凑。那因为我刚刚完成市议员的选举，那这个礼拜就要去登记，那这样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尴尬，也说不过去。所以我个人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坚定，我没有参选的意愿。南投立委的补选会等柯淑华伫12月25就职，甲立委的身份撕掉了后，中选会才会宣布补选的日期。目前党内包括南投县党部的主委林如彬、南投县议员尤浩，甲南投市长宋怀林都有意愿争取。支持该党中央该尽快以就是民调或者是协调的方式，能够尽快确定人选，尽速征召。国民党伫今年选举摕到13席，气势是规个拢压悬起来。接续台北甲南投立委的补选，随着要决定人选，这嘛考验朱立伦处理代志的才调甲智慧。记者综合报道。9合一选举选煞，即马地方的议会要开始选议长，伫高雄这部分，高雄市议会嘛要开始选正副议长。这届国民党伫高雄市议会摕到29席，民进党摕到27席，双方拢无人过半。国民党即马高雄市党部有甲选调的议员找去开会咧讨论，那现任的议长詹丽嫣含副议长陆淑比拢有意愿想要参选议长。那民进党这边是咧争取第三势力的支持和无党联盟的支持，嘛会派出人选。
2020年7月底，前机长郝坤元过身，高雄市议会补选机长，由国民党高雄市议员詹丽嫣赢到机长宝座。这摆9合1选举结束，随时要进行议会正副议长选举，况且詹丽嫣也想要选议长。不知道呢。来谈一个快。哎，谢谢。所以你目前还是有意愿吗？有意愿。预告即天，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出来当选议员讨论正副议长竞选，詹丽嫣无正面表态，暗过副议长陆小美也传出有意思，副议长的位也未少人想要选。因为国民党这次没有单独过半，所以一定势必要去结合其他的这些无党籍的力量。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强调会做好协调整合工作，希望提名竞选速战速决。民进党脚步也真紧，比国民党早一天2就开会，确认正副议长竞选由党团决定以外，也强调党团成员会一致性投票，安若无会有开除党籍的党纪处分。党团的成员每个都很优秀，那当然有意愿要来参与议长、副议长选举的人，那大家会经过讨论、经过协商，再来产生。目前传出前机长邝志成、市议会民进党团总调、地公方甲议员李教授拢想要参选，暗过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无证实，强调党内优秀人才拢伫名单内底，人选什么时阵出来，暂时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看煞来关心地方在地消息，这是新北市的三重埔，昨在有一个65岁的妇人，可能是长期互伊的翁婿起骹动手拍家庭暴力。伊趁因翁啉烧酒困落眠了后，举刀甲因翁杀死。伊嘛主动去警察局自首，警方尾即嘛是以杀人罪嫌甲伊移送法办。新北三重埔的一间人家厝。30头早发生一件太太甲因翁婿杀死的命案，警方初步调查，犯案的是60多岁的妇人，那像是长期因翁婿会甲拍，而到暗时因翁婿烧酒醉了后，搁甲伊批配叫，那像是趁因翁婿困去了后，拿水果刀甲杀死。范玄长期遭受到死者的殴打，那其本身患有忧郁症，他在29日晚上19时许，他遭受死者酒后辱骂。一时情绪失控，持刀去杀害死者。妇人甲因翁婿杀死了后的1点钟去报案自首，警方侦讯了后，甲伊以杀人罪罪嫌移送法办。当地里长讲，进前社会局有请伊去关心，嘛有请厝边隔壁斗注意，想袂到要是发生危险的代志。是说会打老婆这样子啊，后来我想说，可能就是夫妻吵架的啊，因为他先生本身就。脾气不是很 OK， 我想说可能就少一阵子就好了，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案妇女跟配偶有多次的家庭暴力通报的一个记录。那因为妇女在新竹县的亲友家以及新北市自家之间多次往返跟居住，所以有2个县市政府的社工共同合作来维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社会局表示，因为这个妇人现在伫咧新德县因亲正兄，甲新北市的徛街2个所在咧大甲往回，所以由2个县市政府共同合作，甲这个妇人斗3工，包括讨论安全计划等等。妇人捌摕到合法暂时的保护令，最近才甲伊访谈过尔。伊当阵佫讲伊无安全的问题，想袂到所发生这个悲剧，接续会佫进一步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火车头边仔的国道客运台中转运站，因为土地租约到期收起来，即马是改刷到双十路和台地北路地下设临时转运站。不过因为无大声宣传，真侪民众找无，感觉雾煞煞。国道客运台中转运站内底伴手礼店家已经搬走，客运业者也搬到只剩几个卖票人员，因为转运站11月30土地租约就到期，12月开始就要换所在，不过依然有真侪乘客唔知影。我是今天来这边才发现怎么变这样？你看它上面写后面售票处那边，结果在那边，对，我不知道，我搞不懂，我刚就是对啊。新的转运站按算明年顶半年才会完工，过渡期台中市府协调客运业者伫台中火车头附近设临时点，分别伫双十路甲台地北路2边。不过欠宣传，转运站内底只打零散的工具，大部分是靠卖票人员口头告知。
台中客运、统联客运及国光客运将在台中车站附近设置临时站，并在12月1号开始启用。统联客运及台中客运迁移到台铁台中车站下面，国光客运将迁移到干城车站。我们都会跟他讲说，今天那个12月1号开始就在那个大智北路那边乘车了，新的站，我们都会提醒乘客。各个客运临时点业者医院的班还未准备好，有人就有怨言。原本转运站伫火车站边啊，转坐正方便，即马爱行500公尺，或者是转公车才能到位。很麻烦啦。怎么说？我刚刚是转了2趟公车，转到走路是没走很久，就转2趟公车。对。12月开始，各道客运落客地点拢会配合调整公布实施。建议民众坐车进行先打电话确认。市府强调，明天起的新转运站就伫干城停车场，明年完工了后，3间客运拢会提供服务。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马坐火车退票嘛，当搁较利便，因为和台铁有合作的行动支付业者会搁加几2间。来台铁退票，即马嘛通搁代到使用其他高大行动支付，和买票民众搁较利便。去年的3月25号开始，我们是已经有台湾 Pay 好，那使用至今啊，每1月哈，我们大概使用好这个行动支付的旅客哈，就超过1万次好。那现在有10倍的啊这个行动支付业者呢能够进来。我相信这整个的效能会大幅的提升。台铁局长表示，进前只有1间行动支付，即马有10间厂商，有个民众买票意愿嘛会提悬，另外民众坐车安全嘛就要提升。有立委也讲，对1过至8过就发生过惊新障者无细腻跋落去柜台卡的意愿。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会先请台铁服务人员伫人较济时段加强管理。长期按算会到柜台门。我想台铁局呢也会就几个比较繁忙的车站，我们会加派人力，对于软体硬体的这些提升我们会在1个月的时间，我们会提出我们的一个方案。台铁局表示，台铁的环境无像高铁捷运以台北站为例，爱先提悬柜台的管道，甲列车底板背悬，才通进一步到柜台门。记者在台北采访报道。寒天到位，真侪人皮肤会变较干，会痒，会出现皮肤炎的症头。药师即马是提醒讲，上好爱用无对抗微菌的成分的药膏，嘛唔通加香料，安尼才当减少对皮肤的刺激。天气变化大，真侪人的皮肤嘛对咧出问题，其中因为性皮肤炎上噩好。药师提醒，市面上只种的药啊800款，但是针对异位性皮肤炎，千万唔通黑白买药啊，应该找无抗微菌成分的药膏。持续的接触这个抗霉菌药的话，反而会造成抗霉菌的抗药性，因为它的适应症就会写就是霉菌感染、表皮霉菌感染、香港脚啊、汗斑、骨癣这类的。如果单纯是类固醇的话，大概就是写过敏发炎。改善异位性皮肤炎，除了抹止痒的药啊以外，卫生部嘛强调爱保持皮肤的水分，平常时身躯洗了、手洗了，拢会当抹寡油性的身躯膏。不过身躯膏的选择嘛是一门学问。适合的保湿剂呢，其实是因个人的体质而异。那基本上就是说，尽量就是避免一些香精啊或者是添加物引起过敏。那另外是动物性的油脂的那个药膏的话呢，比较植物性的药膏容易产生过敏。皮肤要健康，就靠骨内抹药啊，甲保持水分。卫生部建议民众会当加食一寡菜类、果子，衫裤唔通穿伤红，减少身体过敏甲发炎，才袂天气一个变得一直白。记者麦上英曾派文台北报道。要健康，食老嘛爱保持运动的习惯。台北队2016年开始有推出计划，安排专业团队替时段设计运动课程。7年来，即马已经服务上万人。今年已经90几岁的张先生，脚手溜达对台顶跳舞。张先生讲，伊逐礼拜爬山搁运动，直到这个年岁，伊认为运动是上重要的。我可以说是一点什么痛都没有，就是
每天吃饱饭就想说想要去运动，想要去运动。台北市体育局的乐亭巡回运动指导团计划，有专业运动训练团队为时代设计课程，希望提供时代较侪运动机会，唔但提供固定地点的课程，更有课程送到在地的服务。那广大升旗就是我们所谓的外送运动指导员的概念，只要能够找到15位的大哥哥大姐姐，我们就会派出运动指导员去就近指导他们运动。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些适合的公园或绿地，我们主动提供一些运动的课程。但是体育局坦白讲，要把这款的运动计划撒到无运动习惯的族群，确实有难度，也是目前的难关。我们尝试了各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从脸书来宣传，那我们也拜托来参与课程的大哥大姐姐能够推荐他们的朋友，但是确实还是效果是有限的。体育局表示，这个计划推出到今已经是第7年，提供服务予办外的时代12万人次，希望未来会使结合社会局的共餐据点服务，扩大执行。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俄乌战争让全世界欠能源，加上即马寒天，能源价格佇直起。中欧的国家匈牙利已经决定要甲因的图书馆、戏院、甲一寡公共设施先关起来。那一寡所在，因为即马耶诞节点灯，民众就要家己去打脚踏车来发电。非常表示咧骑会当发电的铁马，便若达到一定的速度，即个6公尺悬耶诞节的灯彩，就会规个点倒。这囡仔嘛真欢喜，做伙打铁马发电，因是大家喘屁屁。这是布达佩斯第2区为着节能推出的办法，因取消大部分的耶诞灯彩，用创意来取代点灯的用电。tér. Szomorúak lettünk volna, ha idén nincs, de azt hiszem, hogy ez egy köztes, remek megoldás. 俄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地区能源的价格大起，互欧洲这个寒天是真歹过。匈牙利当局嘛，国不离宗，都要甲真侪公共设施关起来省电。真侪地方政府嘛感受到真大的财政压力。因内民生上界富裕，而且由执政党组成的城市塞克史堡堡，遐个博物馆、图书馆、甲剧院，这个寒人运作拢交重点。当地一个会当有14000人入去看比赛的新的卡球场，嘛同款是爱关起来。加在后一季的卡球联赛，伫明年1月份才举办，球队若要训练，会当耍别个所在。Akkor azt gondolom, hogy finanszírozható marad az önkormányzat és az önkormányzati intézmények közszolgáltatások, a munkahelyeket tudjuk biztosítani, ki tudjuk fizetni a béreket. De lesznek olyan önkormányzatok, ahogyha ezek a magas energiaárak maradnak, pláne tartósan, ahol egyszerűen nincs akkora saját bevétel, amekkora a növekménye. 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伫10月份达到21.6%，是从1996年以来上悬。伫欧盟排第3，因为奥尔班又是政府对基本食食甲燃料提出计销的上限，造成加油站甲店头有欠缺的情形。长期水电费价核心政策嘛真恶继续落去。第3季 GDP 收缩0.4%，当局把这个责任起向欧盟，批评讲拢是因为布鲁塞尔对俄罗斯的制裁，才让国家陷入能源危机。这个讲法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嘛表示愿意阁继续经落去。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继续来看，伫美国德州有一对老翁仔某，透过 DNA 检验，找倒来51当前互歹徒带去的查某囝。伫耶诞节进前找倒来查某囝，这是因讲这是上帝互因上好的礼物。过超过半世纪，两个结伙人甲头前这个看着真熟悉又搁真青春的负责人梅丽莎染掉咧。1971年，迄当阵才20外岁海史密斯翁仔某，看报纸的广告，找一个儿母。来告伊迄当阵才打变2岁查某囝，毋过交互儿母了后，无到20分钟，因查某囝甲儿母2个人都毋知去倒位啊。海史密斯因翁仔某透过各种的管道找警察，甚至是找联邦探员，要是找无伊失踪的查某囝，抑阁有那像甲伊绑票的儿母。I was only 21 years old, and I was sad a lot. You know, I went through a lot of depression. It was just really and abusive until I ran away from home when I was 15. And then where did you go? I went to the streets. 一直到今年9月，因听讲有人伫南卡罗来纳州看到梅丽莎，除了想办法去探访，嘛伫家族的人面册网页顶悬普找人的消息。梅丽莎讲，亲头起伊要求是讲这是诈骗集团的部署，所以就无插伊。代志到11月初6出现重大转机，有 DNA 检验的专家摕到梅丽莎伊囡仔 DNA 样本，了后联络梅丽莎因老爸老母，经过比对了后，
这对翁仔某发现这个青婚的负责人，竟然就是伊失散51年、生死不明的查某囝。I can't describe my feelings. I'm so happy to see my daughter that I didn't ever think I would see again. 梅丽莎去互带走的时阵，伊的本名号做梅兰妮，伊按算改倒转来这个名，也让永年甲伊带走的女母，即马人伫倒位，也无人知影。公司新闻，徐家人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先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有26度；外岛11度至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